日同大家一次過行晒喺吉隆坡兩間 Asian 50 Best Bar，而且兩間嘅距離咧只係10分鐘路程啫。 Let's go！ 中意飲珍多冰嘅你要留意啦。第一間 Jungle Bird 2022年亞洲排名第35，第一下入到去咧有啲大隱隱於市嘅感覺，入邊咧係捉主題嘅設計，喂幾靚喎。但係有第一杯 Jungle Bird Pina Colada， 我覺得啱啱點完酒，佢哋問我覺得呢杯嘢好唔好飲，我太過誠實咁答佢，我覺得有啲似咳藥水啊。第二杯 Santo Colada， 呢杯真係飲到嗰種珍多冰嘅味道，有啲驚喜，滿滿嘅南洋風味。臨走前我仲特登同阿 Jack 影咗張相。第二間係2024年 Asian 50 Best 排名第41嘅 Vika Bar。老實講咧，一開始完全揾唔到佢嘅入口喺邊嘅，你要認住67號 M 呢一個門牌，而入到去第一下已經俾佢門口嘅裝置藝術吸引咗。然後第二個吸睛嘅地方咧係佢嘅 menu， 好靚仔，每一杯嘢飲都同另一杯嘢飲有啲關聯，形成一個循環，叫做 The Domino Effect。我係咗一杯有番茄、榴蓮仲有辣椒嘅 cocktail。佢推介第一次飲要試表面嗰層嘅 tomato foam 先，喺唇邊感受一下，然後再一大啖飲晒 foam 同埋最底層。我想講係好多層次嘅味道嚟嘅，我冇諗過辣椒配榴蓮咧係一個咁出色嘅味道，好想再飲多杯啊！但係今日真係夠晒皮啦，3杯啦，要準備翻酒店。我過嚟 business trip，聽日仲要翻工，但我會將呢一間定為吉隆坡一定要去嘅 cocktail bar。